好，那我们就先开始念诵文殊礼赞了。拉玛当古布江边样了，恰切了。看给罗的地面真的念达南达热些，今年的根继续设起那个托嘎来帮子，看到西边正热么的民族东面给谁？着作跟拉普吉大自然拉主角杨天松，周大切着年末年路来给加着这在进，马的民些东西牛个今年就在日这那，对内大进社区他村原定绿作建设图一个，就这就当就你现在大陆民些江边养了对。Omara bazan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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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ra bazan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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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ra bazan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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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去个看着为谁去？大陆的木明白入些呢？各当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宝贝那我在读书。今天开始就是第15课15课。录真讲了，录真讲啊，录真讲了吧，录真讲啊。录真讲啊，的难度个的这是那首歌，也是8个里面的第6个。这个对你们来说比较简单吧？那它主要是讲那首歌，首歌指的是中文里面用的那个的，什么什么的。就我当不的了，我怎么想的怎么？那米出不？这可能抗议呢？这可能抗议呢？那米出不？这可能团抗议呢？那米出不？是那这是吧？那米出不第6个是吧？出不是6，这首歌。团含义抗议呢？抗是什么？所以第6首歌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主播这可能抗议呢？要了解首歌，那首先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依照藏文的这个解说里面呢，我们从这边开始回复：闽团、偏居、这哇、东北、团了、竹北、这写是闽团、偏居、这哇、东北、团了、竹北、这写是。像这个就两个念的话，两句就很顺了。所以闽团、闽塔团，闽团是那闽塔团，闽所谓的名词名嘛，那团就是词闽团，闽汉词，闽团偏居就是互相嘛，偏居。所以名词名跟词互相，这哇就是关联，或者是我这边说的连接这哇对吧？对吧？就是这哇对吧？这里用的这边的到这里是闽南喷子这哇对吧？对吧就是
动词嘛，这里只有个动，这边的从这边开始到中间，敦巴是动词，所以敦巴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呃解释或是开示，或者是就是解说或是叙述，敦巴就是叙述也可以理解。那我们这里翻译成是指属格是指名和词义相互连接的助词。说敦宝平常就是也是开导或者是讲解或者叙述，就是看前后文来去理解嘛他所以在这里是讲的是在引导或者在指名跟词的词义的相互连接，所以对别团了就别是这些事团了就别所谓的属格是什么呢？它是名和词的词义相互连接的助词。就别就是就不只是一般我们翻成屈肉，但这边我们不一定说成屈肉，这边指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属格，它是用在哪里呢？它的用处就不，它是你的用处，你的用法方式是什么呢？只能用在什么呢？名和词的名和词义相互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助词，我们把它称之为属格。这个主播呢，我们可以理解成用在哪里呢？如果是用在名和词义相互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助词，那这个助词我们称为是属格。名团、偏居、者话、短别、团了、就别、这写词。那这写词就所谓的属格，所谓的这写词就放在前面嘛，所谓的属格，这就属格，写词的就是所谓的属格。所以说这它是那么给8个里面呢，它属于第6个。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名和词相互连接的一个助词，我们把它看成是属格。接下来那么主播，这了，切卡最约当。像这个说是名我的笔，我们用了一个的嘛，我笔我们不会说我笔，对不对？小孩子会讲嘛？小孩子刚开始讲话的时候，俺牛，小孩子的话，我笔他很多不会用到你，所以刚开始学外来的语言的时候呢，你们学文法的时候，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是小孩子讲话一样，中间没有这种属格还有这些助词都没有用，不会用。那我们学会了这些文法，那一定要知道这个我的笔，刚刚讲到什么呢？我的笔，藏文怎么讲？对，俺牛骨，俺牛骨，一样，一个有点跟没点的，俺牛骨，是吧？俺牛，那我的书，俺贴，俺贴，俺贴。
他的房子，他的房，空气康吧，空气康吧是吧？空气康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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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不得数个的多的，空气康吧，空气康吧。我的手，捏喇叭，捏喇叭，捏喇叭。所以没有这个属格的话，俺喇叭，对不对？我还有喇叭是手，我手，俺喇叭就要属格，俺一喇叭，捏喇叭，捏喇叭。所以中间有这个俺或是俺一都，它是连接嘛。我跟手之间的连接有这个的才会俺喇叭。菩提心，菩提心，加一个中间加一个属格的话比较对，成就给 same。如果有些是属格是可以省略，比如说成就 same， 成就 same， 就中间那个属格可以省略，它有跟没有它不会改变那个含义。所以如果它加跟不加不会改变它的含义，那有时候属格可以省略嘛。那像我们刚刚成就给 same， 菩提心成就给 same， 成就给 same， 有给，这是属格，成就给 same， 菩提心。那不属格这个漏掉的话，成就 same 也可以，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属格的用处，这样就简单的可以理解嘛。属格对你们来说，比起前面教的这个第二格跟第四格来讲比较简单。属格。这个吗？哇！是这个成就给 same。那么出吧，这了，切，卡最远当。那么出吧，这了，切，卡最远当。好，那么出吧是第六属格，这就是属格。那么主播是第六格这是属格。所以切卡最于当，切就是虚词或者是助词嘛。有多少个虚词或者是助词？这个第六格呢，有几个？有5个嘛。我们这个前面有学过，对，这了，切，俺约的，这了，切，俺约的，ki，一，俺接受，ki，一，俺接受，这啦，切俺约的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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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yi 我接受有五个这五个都是要它是依照什么要看前面的前加字的后加字是不是这五个好我们再一次남이 죽봐 제제 된 강이남 래 민퇴 편주 제와 덴베 된라 죽베 제자 시에서 민퇴 편주 제와 덴베 된라 죽베 제자 시에서四句也顺嘛，这个对不对？民族偏执，这话对白，团了就白，这写是，南米抽啊，南米抽吧，这啦，切，卡最约他们，南米抽吧。这啦，切，卡最约他，连，这啦，切俺约的，这啦，切俺约的，ki一，俺接受，ki一。我接受좋아 남이 죽봐 제제 체덴베 자와 지다르 이남 남이 죽봐 제제 체 덴베 자와 지다르 이남南米主播第六首歌南米主播这就是第六首歌嘛，切就是虚词颠吧我就这里翻成了叙述，早就是寄送，记得如何那一那么就是问句，那叙述第六首歌的虚词的根本寄送是什么？在根本寄送里面是怎么说的呢？就连早晚ki ing apo ki ing apo 这个顺序念比较顺，寄送里面的那个我刚刚那个顺序跟这个寄送的顺序是不一样吗？这个寄送的顺序比较顺呐，ki ing apo 남이 죽봐 제자탕 ki ing apo 남이 죽봐 제자탕在这个寄送里面怎么讲呢？这五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属格。你说这个没有用红色的寄送寄送要弄红色的吗？忘记了这个了解就是寄送嘛。那寄送的内容这个比较简单，对不对？我们讲的是有属格就有这五个。那既然有这五个属格的虚词和助词有这五个的话，它的用法是怎样的？它怎么去运用？那这边讲좋아 제제 좋지 땜베 자와 지다르 이남 제제 좋지 땜베 자와
其他的音呢？像这种句子，你刚开始不是念的不是很准的话，两个字一起念。如果念准了，就可以加4个字一起念了。这九句，点边，早啊，其他的音呢？这九句就是九句是它的运用的方式。九句指的是运用的方式。谁的运用方式呢？那就是这所谓的属格。属格有几个？属格的入词有5个嘛，所以这5个的运用的方式啊，点吧，点别早啊，早啊就是寄送嘛。其他的音呢是什么？这个点吧。这个点吧呢，我这边说教授嘛，教授运用属格的助词，那这个点吧呢，就是教授，就是讲解。所以教授运用属格助词的根本寄送是什么？既然有这5个属格，有5个助词，那它的实际的运用的方式是什么？在寄送里面有讲吗？有。连就是那么拉拉去，他把司机看啊去，阿当他们一趟一，就是那么拉拉去，他把司机看啊去，阿当他们一趟一。在这里呢，如果运用的方式就是怎么运用呢？后加字前面前加字的那个后加字有10个后加字，对不对？10个后加里面，那嘛拉拉要用这个卡亚的加九七。如果是前面字的后加字塔帕萨，那你要用盖亚的加九七。如果是前加字的后加字是看啊，你要用卡九七。如果前加字的后加字是后置没有后加字，你可以用一或者是一。通常我们讲话的时候不会这么去分，没有明显的是，反正你要是能够用个属格就可以，都会 k。但是在文法上面写字的时候呢，就不要弄错这个用法这样就理解了吗？就连像照过去吧，连怎么有个前加后加字的前面的后加字是那你们用属格怎么说？药师佛怎么讲？药师佛。对药师佛面已经有了，对不对？那既然有面，我们要开这个 key， 对不对？面 key 面给啦，面给啦要菩萨。那甚至你们不要讲他，或者是啦面啦那个，如果不讲那个啦，那你就面啦，帕拉的啦，面啦，面给啦，面给啦，面给啦。
那嘛呢？哦，再来这个嘛，嘛，就是哈可以后面可以用你现在写的那两个都可以，是不是？就是免了，不用免了。哈的话就用那个那的。主要是在这个后面要讲什么？免，嘛，我说最后那个，最后那个。那个是拉，仙人的那个仙，那个拉。我的意思是说，本来是make ha 嘛，那个哈不是哈，哈，哈，不是哈，哈。可是你刚刚是先第一次写的是萨，上面是萨，下面是哈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后面老师已经写后面啦，在白板啊。我知道啊，现在是说我是择其两个字可以择其。你要选免给他也好，免给他。所以我前面写那个萨是错的。有上吗？萨跟哈嘛，上面那个。你说这个吗？不是前面那个。这个吗？原先第一次写的时候是不是写萨跟拉？没有，没有。没有啊，我看出来。接下来是那嘛。sim 发就是有还在后。找得到吗？我嘛，又没后加字啊，我嘛，我呢，我嘛，道，路上的那个道是什么呢？蓝有蓝，那蓝怎么写？蓝，拉嘛蓝，那蓝起什么？蓝起有什么？蓝起鸡，蓝起鸡，对，蓝起鸡，就是路上的中间嘛，路中间，蓝起鸡，路中间，蓝起鸡，蓝起鸡，路中间的有这个句，有这个蓝起鸡。哎，然后呢，啥？有吗？啥？后加字啥？看书有没有找得到一个字？你们，看书找得到吗？有个后加字啥的。我请你们看书。写诗。那后面怎么拼呢？写 key 什么？有 key 吗？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呢？写了吗写了。这你说写写了，
只有写死，那没有这个属歌啊，写死 key 不是属歌。ser 那如果是口萨中 ser key ser key 蓬勃有吗？金子的瓶，金瓶 ser key 蓬勃是吗？ser key 蓬勃可以吗？金瓶 ser key 蓬勃。ser key 蓬蓬吉卡多，如果不讲蓬勃的话，蓬吉就是比较少这么说了，蓬吉都会讲蓬勃。像这种句子就是要属歌嘛，要把这个属歌怎么去辨认都练习才会知道嘛，那还有个拉，你们找得到吗？看书可以找啊，拉怎么造句？拉后加字，拉后面开一条语气。有吗？吕泽，然后呢？吕泽起什么？吕泽起吕什么？吕泽起吕泽起之汤。吕泽起之汤，吕泽起之汤，吕泽是运动嘛，之汤就是场地嘛，吕泽起之汤。这有个开语气，吕泽起之汤。OK， 像我们这样就是练习过程当中是，自己想不出就看书，看书里面这边的运用是怎么拼的，OK，tua，nami tuba，直接切，点别，zawa，기다리남，래， zawar。기기 기이 이nga보 남이 두바 제타탕 치와 제제 조르스 템베 자와 지다리남 네 조르스 나마랄라키 타파사기 강아키 아단 타미一趟一，直接切，我不提他，假当，直接切，我不提他，假当。我是忘记写了，这边忘记写，我这边说直接切，我不就是属格的。
五个的五个助词是怎么去运用嘛？啊，自己填进去啊，像往后往过去，对，好，对，是像这里面做一个问句，比如说那玛拉拉后加字对不对？那玛拉拉要填什么？盖亚的加有一，这边是盖亚的加有一了，塔帕萨，哎，盖亚的加有一，盖亚的加有一，啊，马上就忘记了啊、看啊，看啊，卡有去，卡有去，啊，他们后面什么？啊有一，呀有一，哦，这个忘记有好处，让你们练习部分看看。啊，鼠哥的五个助词是运用的是哪一个后加字？是这边就这个里在这里可以会填对了，那就你就知道要后加字哪个后面要可以写是哪个助词，那玛拉拉这个后面是卡也加有其，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后加字那玛拉拉后面卡也加有其，那我们刚刚有练习过譬喻，再来一次。来团去吃西，来团去吃西，来团去吃西，来团去吃西。来团就是事业，切西就是计划，所以计划和事业之间有个属格，就是什么呢？事业的计划，这样就把事业计划，事业的计划。투림 롭자 투림 롭자 투림 길 롭자 투림 길 롭자像这个句子，你那个属格可以省略，直接可以念 turim lobja turim lobja 啊 turim 就是高等级的啊 lobja 就是学校，所以高等级学校，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翻成大学，有的时候是高中，你们说高中吗？高中。大中，大专不是大专是七列路的，七列，他是在专业的嘛，大专的。你是说可以那个中间那个题也可以不写，是不是？像这个名词都不用，可以省略，可以省略。就是高等级学校就不用说高等级的学校。对。Uyghur Mina Uyghur Mina Uyghur ki Mina Uyghur ki Mina Uyghur Mina 这个也是可以省略这个。那雨国就是旅游嘛，旅游陆游之人物。对，这个中文大陆的哎，那个油也错了。不是，他这个是游泳的游啊，旅游的游不是这样写。对，走这里，对不对？走字旁，对，没错，这点这个是，这个没有专注，这个完全是。
就是游客的意思，直接讲的是游客。那名呢，形状是人物嘛，名呢，啊，游客的藏文是这样写讲哦。嗯，旅人，你刚刚提什么？刚刚也说藏文的旅游，就旅客就是旅人嘛，就是这样子讲啊，语国名呢？就是这样。对啊，观光客啊，是这样讲。对，观光客，你直接，多种讲法，嗯，它意思有很不同，但是观光客，语国名呢？最主要是我们是后加字嘛，后加字那后面要加的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有这些来去寻找就是造句嘛。미유키权介，미유키权介，미유키权介，미유啊，就是他乡。哦，直接理解直接理解人的故乡、人的地方吗？然个于人于自己的故乡，米于就是他人的他乡。这里的米于就是他乡了啊，不要想是人的，直接理解成的话是啊，犬妾，犬妾就是服装嘛，服装。米鱼给犬妾，米鱼给犬妾，就是他乡的服装。不是我乡的啊，让一个犬妾。啊，这几个是我们的卡雅的才有期的这个造句啊。那有塔巴萨基是吧？后加字塔巴萨后面要加盖有记。那来看这个造句，推最基有啊，推最基有啊，推最就是时间。有啊，就是变化，时间的变化。推最给有啊，推最给有啊。那像这里的话，吹你这不写也可以，推给有啊，推给有啊，一样，推给有这些时间的变化。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我为什么要讲推最呢？因为要后加字塔。对不对？因为需要后加字塔嘛，我要找有后加字塔的词，所以推最给有啊。如果要问说有多少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看最有啊吗？有多少的变化吗？推最给有啊，卡最有嘞。后面对。不，藏文是多少是都在后面嘛，中文是啊，萨的后面可以加 gi， 可以啊。你说推给有啊嘛，可以啊。那我是说，为什么这里要推最啊？因为对我的意思可以说推给有啊，也可以。推这个有啊，也可以，这两个都对。但是这里用为什么推最一定要写推最？因为我现在要找一个后加字塔，后加字塔后面要加盖的加有意，是吧？要找这个句子，有塔帕萨嘛，这上先要找一个后加字塔后面要盖一下意，对不对？接着爬后加字爬，给克打波，给克打波，
계급기 딱보 계급기 딱보 계급就是国家딱보就是主人계급기 딱보国家的主人。好，那我是房子的主人呢？要加属格。康贝达波，康巴伊达波，是吧？康贝达波，康巴伊达波。国家的名字，可以，계급기名，对，那就好，계급기名，对，계급기名，卡着的，国家的名字是什么？계급기名，卡着的。还有国家的什么呢？계급기 신진，계급기 신진，계급기 신진，신진。계급기 신진可以讲吗？계급기 신진，C 就是政治嘛，첩시，진就是去吃，就是把那个，对，계급기 신진就是全部的政治权掌握权，신진 계급기 신진。C， 萨拉的萨有 C 的 C， 신진 신진 신진。国家的权利，계급기 왕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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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계급기 왕차是吧？계급기 왕차国家的权利，계급기 왕차 계급기 계급기 왕차国家的权利。对，계급기 계급기 사차，对，계급기 사차。对，一样的恰。这是个名词啊，什么作用？他就是已经讲到萨恰、汪恰都是用这个恰。계급기权界，国家的服装，계급기权界，对。国歌，계급기路，계급기路，是吧？给路，直接讲的话，给路，계급기路，卡拉达拉西路，계급기路，계급기路，계급기 매도，계급기 매도。哇，讲起国家的时候，找到很多句子啊。好，계급기 달자， 계급기 달자， 可以。
中文可以，但是藏文也可以啊。给他家，给他家，妻子。好，我们就再看下面，再找句子。莽错给错啊，莽错给错啊，莽错给错啊，莽错就是民众，错啊就是生活和民众的生活。莽错给错啊，莽错错，这里像这种的话都不能漏掉这个属歌。莽错错啊就不会这么说，莽错错，莽错给错啊。sim 可以，莽错明星呢？对，没错，莽错给 sim 还有什么？我就可以问一下，肾跟肾吧有什么不一样吗？肾吧，sim 就是心嘛，肾吧。那一个是肾吧，它是心所，心中肾吧啊。但是我们就说肾吧，我的心也会这么说了，我的心。那如果这两个一定要有差别的话，区别的话，心中肾吧心中肾吧就是讲到的这个心所里面讲到会用到一个肾吧，心中肾吧那肾吧是它当名词。那 symbols 也直接也可以当成心有一个是看成动词 symba 就是想的意思 symba 想 symba 名词symba 就叫你想的意思 symba 你看前主我想到了 symba 是有这么写 symba 就是心。那还要分，刚刚讲到有理解成有心所的时候，也会用身吧，心中身吧。对。如果要区分的话，也可以这样去区分，但是通常也有所谓的心，也会我们通常会讲身吧心。莽错给错莽错给错那我们还可以举什么呢？民众的什么？可以啊，莽错给拥抱，可以。它是民众是大众的意思。对。那民众的情人，偶像。偶像，偶像，莽错给。我不是很清楚，马上翻成那个偶像其实是感冒切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崇拜的那种，是感冒切什，莽错给感冒切什，偶像是直接翻什么？藏文直接有翻什么？藏文莽错给偶像，我想不起，直接想不起，我是去理解的话，感冒切什就是喜欢的民众喜欢的人。什么？功德是就是佛像大像的。功德是这个有点。囊烟这些都是讲的是那个，他如果是直接理上民众感冒其实就是喜爱的民众喜爱的人。莽做个功德。
什么？还藏文什么？啊啊，贴吧，莽做给贴吧就是信仰，就是啊啊，莽做给贴面其实啊，贴面啊，贴面他贴吧嘛，刚刚讲的是贴吧，是吧？贴吧是一个信仰啊。好，那在这里是塔巴斯基，看下给这三个，推这个药，给个给打不，忙着给错啊，看啊，后面用卡有 k， 对不对？看啊给亚给啥就，亚给啥就，亚啥就不会这么念，亚给啥就，亚就是牦牛嘛，啥就是脚，亚给啥就啊，亚给我嘛，亚没有，通常我们亚是公，但跟你们来讲啊，早期很久以前呢，就公的也好，母的也都会讲亚，都会讲亚。那后来就是日久之后呢，现在人会说亚的话就是公，这就是母，所以有的会说讲亚给人家就亚给我们时候就会取笑啊，怎么亚怎么会有公牛怎么会有？但是你推历史的话，早期公的母的都会长亚，理解吗？亚给亚给字不毛的话不亚给不萨巴达巴什就不亚给不。这个农具，这就是词嘛。那农具就是错误。我们平常做什么事情都错误，就是农具。这个农具，就是这个就是词的错误。这个农具，不能讲错误的词，可以讲吗？错误的词。农具的这错误的词，农具的这可以啊，农具的这，倒过来说，农具的这，如果倒过来的话，这边的首歌用什么？农具的这，拉后面加什么？对，农具的这，农具的这，错误的词。推木给肉啊，推木给肉啊，推木就是共同，肉啊就是期待，是希望，就是共同的期待。推木给肉啊，什么？什么？愿望，没那么就是祈愿嘛。推木给没那么可以啊，推木给没那么是共同的祈愿。共同的牛可以啊，可以有些推木给鸭，推木给婆猪，牛的话是婆猪嘛。推木给鸭，要好几个家一起买一个鸭，它就变成了推木给鸭，就是不是我一个人买的，这个牦牛是好几个人凑钱买过来的，这就是共同的牛啊。共同的期待，
你说是优 U 拜，有本脚踏车，这个土木不是，这个是机具给干锅，机具给干锅，那是共同用的嘛，就是机具公共，机具。萨巴达巴雅达加有个机，萨巴达巴雅达加有个机，萨巴达巴雅拿这的这机具，共同的笔就是加一个牛菇，就是共同的笔了。哦，土木给用可以，所以这里主要是用我们的给上句给桥啊，上句啊，街上给桥啊，街上给桥啊，街上善行嘛，街上是善，桥啊就是事情，所以善行的事情，街上给桥啊，亚给拉住，这个弄着，土木给肉啊，街上给桥啊，好，休息，我们。
爱者呢可以选择。南开干嘛？南开干嘛？如果是没有这个，这边是因为直接南开干嘛？南卡啊，南卡南开干嘛？这是属歌嘛，对不对？啊，南开干嘛？啊，南卡就是天空，那干嘛就是星星，就是天上的星星。南卡以您的，南卡以您的，南开您的。如果是讲南开您的话，这不要有意，就直接这个南开您的，是不是一样嘛？南开您的，南开以您的，天上的日月嘛，你们就是日，刀啊就是月，你们的刀啊，您的，南开以您的，撒切甲醛，撒切甲醛，撒切是土地，甲醛就是它的面积，它是宽广啊，土地的宽广，或是土地的面积。撒切甲醛，撒切甲醛，撒切以甲醛。那这里面有后加字，对不对？没有后加字，没有后加字的时候也可以写，对不对？撒切没有后加字，没有后加字也可以拼 IUE 或者是 IUE。这里撒切甲醛，撒切以甲醛，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南开干嘛？南开以您的，撒切甲醛，撒切以甲醛，可以吗？甲醛，拉嘎达盖的甲，拉嘎达盖的甲，拉嘎达盖的甲。카야다 캬나르 켠나 켠 카야다 캬 카야다 캬나르 켠나 켠 캬나르 켠나 켠 갸켠 갸켠 켠나 켠 갸켠圈啊，羊折了，给不了呢，出羊折了，给不了呢，出。如果是属歌，给不就是细分，就是只细分的话有6种。我们要属歌要分的话，打不汤，打的松为这着哦，打不汤，打的松切，这着，打不汤，打的松切，这着，打不就是主人嘛，打的松切，主人所拥有的。主人所拥有的这个东西叫大的松价啊。这就是属歌嘛啊，所以就是你自己，比方说你有笔，你的笔是
就是我的彼，就是彼是你的自己的，你所拥有的，所以这个主人是谁？你自己，所以大给牛股像类似这样的一个邻属关系。松切，松切是所持的，松切所持，松就是持的意思。你拥有的东西，你就是你所持嘛，你所持的东西。嗯，所持跟所依，所依，所依就是依靠的部分嘛，社理学里面所持是这个没错，这个社理学里面的你说的这个吗？所持，所持。松切，开始开句，开始开句，开始开句给，这这，开始开句给，这这，开始开去，比方说一个东西它有什么特征这个笔本身是当成开始，它的特征有什么特征？那个是开去，开始开去，开去特征是开去。对，红色的笔的话，红色是开去开始就是红这个笔，这个笔。这些都是在这种的句子呢，名词都是在社理学或者是佛学名相里面用得到的。开始，开句，開始開句给这着，開始開句给这着，修持的关系嘛，是不是？修饰的关系。洗去，我即別這話，洗去，我即別這話。那你开始时候的开句你我即不刚刚说这我即不什么呢？复制的我即不同体。我不是华人，我不是很清楚复制。洗去这个我即不是同体嘛，对不对？洗去这开始的开去我即不对，开始就我即不比方我们讲到什么檀香的味道，檀香的
对，檀香的香气，跟檀香是不是同体？K 是什么？檀香嘛，K 去香味嘛，檀香的香气。芒果什么？芒果冰，芒果冰，芒果冰是那个冰沙吗？芒果冰沙是还要加上面要加冰沙吧？打成泥还不会加冰吗？冰块啊，只有芒果而已，只是冰的打芒果冰。那个冰是芒果的特征吗？我记吧啊。所以你那个父子关系就是他们有重复关系的意思，是不是？父子同体关系啊。同体。同体关系嘛，所以你就用父子代替，是不是？我不知道，同体是同体，父职是同体关系。中文上面父职是可以用同体吗？就是代表同体关系的意思嘛，对不对？你用父子这两个字来代表同体的意思。这个不是我用的。你写的。我写的不代表是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父子关系就是同体关系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么说。中文里面的父职是有同体的含义吗？那父职是，因为我没看过这两个字啊。你有看过吗？没看过这个。没看。没这个。是吗？代表了，没这个意思。哎，我是好像是在哪一个书里面看到。百度百科是大陆的用法。啊。同一事物或现象。哎。他讲很多表示同一事物或现象。就是讲的是同体啊，同一事物跟现象嘛，表示。乌云的。乌云的黑色。是同体吗？乌云的颜色。是不是同体？乌云的颜色，花的颜色。花的颜色跟花是不是同体？颜色跟花有那个吗？个别的。花的颜色跟花有个别吗？有啊，不一样的花。如果是花的颜色和披肩，那披肩跟披肩的颜色是同体。你跟披肩跟披肩的颜色个别是有指吗？那披肩跟披肩的颜色，对不对？披肩是它是色法吗？是色法吗？它是颜色吗？披肩的颜色是颜色。那披肩是什么？披肩不是颜色。它披肩是属于什么？它是形吗？披肩是一块布嘛？披肩是我们色法有分形跟色，形跟色是不是？它是属于哪一个？你说布就是形啊。颜色才是色啊，是不是？披肩是属于我们
哪一个五官里面的哪一个所缘呢？披肩是眼识的所缘吗？都可以。触觉跟眼的所缘是不一样嘛？啊，我可以看到你穿你披的这个袈裟的颜色，所以袈裟是袈裟的颜色跟袈裟是一样吗？那袈裟是用什么来去辨认的？谁穿的就看吗？出家人穿就不能袈裟吗？客家人穿叫披肩。好，我们先不用辩论了，好吧？这藏文的课就言浪的，言浪见给脚啊，言浪的，言浪见给脚啊，言浪见。间是它有具备别的意思，眼浪本身是别嘛，那间就是有具有别，所以一个是别，一个是具有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像这种是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张梅龙嘛，树的叶子。树的叶子，那个叶子是别，树是种，它是具有别的。眼蜡尖啊，那眼蜡啊，种是眼蜡尖，眼蜡是别，它是眼蜡本身是别嘛，对不对？那间就具有别的，很多别聚集在一起，它就变成宗嘛。像我们这个运体是一个宗，就是蓬布。那其中我们的一个手跟脚，它是别嘛，内西堂，内去给脚啊，内西堂，内去给脚啊，内西堂。内去给脚啊，内西就是属于处，那内去就是这个属于上面所居住的或者所拥有的，这就是内去。像那兰陀是一个属于内去，内西。那兰陀那边所有的那些加持舍利塔，或者是那一些是内去，多几点给缺点，多几点给缺点。佛堂的佛龛，哪个是内西，哪个是佛堂的佛龛？对，那佛龛，对。弥敦别之间，弥敦别之间，弥敦别之间。但是弥敦别之间是转做对比的复句连词，就是前后词不一样，前后文是有不同的差异的。弥敦不就是不合嘛，就是前后不合的这种的。像我们看句子就知道，别句啊，我们是雷空给就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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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空就是公司和单位，就浓就是财产，那么雷空给就浓，雷空给就浓，
这个刚刚我们6个里面是属于哪一个？这个里面的什么依主的关系是不是？啊，主人是什么？就是公司嘛。啊，这个是他的所拥有的东西，对不对？财产啊，列公给취심기 매도， 취심기 매도， 취심就是香味或者那매도那是花朵，说취심기 매도属于什么？刚刚同体关系或者是父子关系，这个句子里面前后remoti지기 누구 remoti지기 누구 remoti지是什么呢？就是用来写字的，叫remoti지，用来写字或是用来画的用具，那个用具remoti지 누구就是笔嘛，所以这是属于什么？刚刚讲的那个6个里面啊，修饰吗？第3个，第几个？哪一个？就是建议你们来猜啊，你们是哪一个？K给这还是喜去我这边这不是父子关系啊，然后呢，修饰的关系吗？啊，好，现在我们这样，心动的也个，心动是树嘛，也个就是枝，所以心动的也个属于哪一个？眼辣打眼辣尖是吧？总编对，眼辣打眼辣尖给知道。법주 난기 냐모 법주 난기 냐모 법주是河水里的鱼，这是属于什么？哦，内系堂内去给这依存关系是不是？去哪里呀？你可以说去哪里呀？可以啊，딜 마주 인기 마신바 칼레인 딜 마주 인기或者一个加一个吧딜 마주바 인기 마신바 칼레인这里有哪一个属歌的词是哪一个？这是属歌对不对？可以，那属于我们6个里面是什么？第6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是米团别之间？米团别之间，前后不一了。米团别之间就是转作对比复句的连词。怎么转作对比复句连词？你马就不引起，是说只是这边没有说而已了。马信不卡了引，怎么不知道呢？我怎么不知道？我只是不说而已，我只是没有说而已了，不是不知道。你马就不引起，马信不卡了引，所以这个一个或者是什么前后一个转折的。马就不引起，我只是在这里没有说，并非不懂。
但是这里呢，属格是不像我们前面的这种的，它这是一个用在一个虽然说属格，但是它不是我们的用的，不是那个中文用的，不是那个的啊，它是一个转折，像这种要看到一个 key 的话，你要马上说哦，这是不要说的。有啊，这个吗？啊？啊？这个吗？这个有啊，第一个吗？公司的啊，公司本身就主人嘛，公司才是谁是主人？公司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分？因为前面都是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来分？这6个的不同的那个意思啊。让你更清楚去阅读的过程当中，这个属格是用在什么样的方式，再让你能够理解这个句子啊。嗯。马具呗。英文的不是 but 的话是以年，但是嘛，你们是 but 是不是？但是，但是，对，以那样，但是，对，把以那样是但是。嗯。嗯。第二个芳香的花朵，其新品也都应该是修饰，然后羽毛其节与牛骨是副词，因为羽毛其节嘛，羽毛其节等于牛骨嘛。这个吗？喜去我级别指着，喜去我级别指着第三个。对，说第三个是不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才对。对啊，那个副词啊，这个啊，日木体积的牛骨，对，修饰这个修饰，开始开去，开始开去。跟花都是同体啊，花跟啊。因为起心是香味嘛，美豆是本体嘛，所以它是修饰关系嘛。那个羽毛其节，它就是说，这个拿来写的，什么叫做拿来写的？是笔就是拿来写的，这个是一起用的。这个两个，你日木体积跟除了笔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拿来写的一个东西啊。拿来写的那个东西就是笔啊。日木体积是用来写字的，你用来写字的就是除了这个笔以外，没有其他的。对。这个两个就是没有笔，除了笔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写字用来笔的。啊，不是写这个的，用来写字的这个工具，在这个句子里面。用来写字的这个工具，我们这边讲的是笔嘛，所以这个笔跟用来写字的工具讲的就是这个笔啊，同一个所以工具就是跟笔就是同体就对了。用来写字的是笔，那笔也是笔。笔就是用来写字的，用来写字的跟笔没有两个东西，
没有第二个东西。所以笔本身的那个名称就叫做工具的意思啦，它是拿来写字的工具，就是笔这样子，所以它叫做铜体这样子。那刚刚芳香的花朵就是修饰语，就是芳香的花朵是修饰。啊，这个形容词的意思，芳香的花朵是形容词，芳香的花朵。这花体型里面多，它是一个贴句。如果是芳香的话，不一定都有芳香，花不一定会芳香。都有芳香。这边讲的是这边的一个形容词，它有一个特征是芳香的花朵。这个句子呢，就是属于刚刚讲到第二个 K 系 K 句。K 系是什么呢？就是美多，它有什么特征？有体型。K 系 K 句，但是这两个它的味道跟这个花是同体还是我们刚刚讨论过了？它这两个是同体还是异体？除了这个香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花。这个花跟花的香味是同体还是异体？这是我们刚刚探讨的嘛？花跟花香。花是 K C， 花香是 K 现 C， 在到底是修是不是饰一体？是一体吗？花是 K C 嘛？对，花是 K C， 花香是 K 去，但是这两个是一体吗？除了这个花里面，你也可以有一个香味，另外一个你在假花上面喷香水。它这个不是花香，不是自然的那个香。好了，我们就这个地方谈论到这里。钱呐，때내기 지라도 샤고든 가인남钱呐때내기 지라도哎，这个我们上过钱呐때내기 지라小果的，怎么会这里面等一下，钱呐这个这两个这些多余的，这个不用了，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是在这里是结束了。那后面的呢，就是我们上一次上过的部分，我这个没有删掉，所以上一次上过了，这个是，所以这个可以删掉，这个最后那个是不需要，这是上面的。好，我们这个在唱歌了。还有一个蜡烛的烛光是同体吗？蜡烛。就是我们点灯的那个蜡烛。是本身点亮的那个点亮的那个光，是同体吗？蜡烛跟蜡烛烛光，没有烛光还没有没有烛光就没有蜡烛。没有有蜡烛不一定会有烛光，但是有烛光一定有蜡烛。蜡烛的烛光，它是不是属于热？对啊，会热。会热。蜡烛会热吗？蜡烛不会热。一个是火吗？一个是不是火？所以不是同体。是同体吗？我会以为是不会热是同体，因为我们点燃蜡烛的时候，它会一直融掉就没了，所以我就以为它是同体。是火的热是火跟火的热是同体。对，火跟火的热是同体。火跟火的热是同体，所以蜡烛的烛光跟蜡烛不会是同体的。会同体吗？这两个会同体吗？热的一个不会热，所以它不是同体这样。是这样想。同体是我们在社理学里面同体的关系是怎么解说的？同体。他要跟他是忘记了。同体。没有蜡烛的光就没有蜡烛吗？没有蜡烛的光，没有蜡烛的光不会没有蜡烛啊。
OK，那我们到这里是就上到文法的属格为止了。但是这一系列的这些句子，你们自己如果是没办法，现在我知道现在我们教过的这些内容啊，你自己没有办法拼，但是你要在阅读的这些藏文的一些那些经书也好，或者是故事书说，你就可以事先可以分辨出我们教过的这些文法，它是属于哪一个。不一定是自己可以拼了，自己可以造句，那一定更好。自己没办法去造句的时候，在看经论的或者是故事书的时候，你知道这里用上了属格，这里用上了哪类格的哪一柜啊位格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最起码可以认得住。这是我们直到现在学过的内容里面。那今天我们也是最后一课嘛，是这个学期的。下个礼拜就不用来了。下个礼拜就放假了。那老师，你开学会帮我们复习一下吗？开学是可以复习，你们这个暑假也要复习啊，暑假不要放空，就会忘记，是吧？偶尔就可以复习了，对对。对，我们还有看看你们需要，现在是我们不是有个读书会吗？你们这个读书会是继续暑假要1个月还继续呢，还是要放假？已经讲放假了。对啊，我们上礼拜问你啊，你不是就说放吗？后来我就跟格西拉讨论，格西拉就说好啊。上礼拜3问你，你才说。是吗？现在是讲全部的共学，还是只有讲藏文？其实共学是你们有自己有心的话，或者是1个月可以再继续共学是还可以了，因为共学你们不会忘记啊，你们是在暑假全部停课还是会忘记啊。那如果有人还是有意愿上，那1个礼拜有这样一个1天共学，就你们最起码不会忘记啊。如果你们还是2个月就想要很放空，那我也没有关系了。消化，不是放空，2个月要修身养性。好，那我们就最后。所以明天那个礼拜四那个社内节上完就休假了，是不是？就暑假了。我们这边的课最近礼拜六还有课啊。还有一个就是上一个礼拜六完了就全部都休假了。就9月再回来。다니 심제 탐제 라 이시노보 렐하베 튼조 루베 상바이 따도 제바 젠바쇼 칸도 수단 조베 체 다니 괴레 메다시 셴라 상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 젠바쇼 셴랑군도 랑규라 돈지 녀몽 제마타 다시에머루 제베나 젠더 돈에 도바쇼 人心眼别心间里，力度差不年同志，人间跌宕切把戏，你把各位渐渐小。到了先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国让给2把当，这个先拉不我小。看了大给偏大边，让我瞧我看西去，心都米里女切那，心眼他把大我小。多当我当举把一多能我当举把一，偏的马能滚了滚，马也女当东眼滚，3位大了2把小。太大滚娘去这个，多别前面马把戏，去跟就马的西边来，
洗面青蛙列举秀。好，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了。